就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你的热情甲着支持。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比创意。节目呢，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去练喙火歌手，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讲台语，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生活的智慧，以及呢直接迷人的水气。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大家来参与，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继续来发展。带来上台，欢迎大家收看《Talk 秀台语》全民练喙火，拍选找新车啊！来找新的名车就对了。新的哦，新的不是新的，新的名车出来啦。新的名车哦，看后真相。咱的台语顾问秀荣老师啦。开始，我是秀荣。做伙讲台语，大家拢欢喜。有咱上引导的天生长啊，天生长啊，顺哥。第一摆拄到主持人吼，讲白菜，我听到真欢喜啊！上引导的啊，引导的啦。啊来，咱来约一个买菜，人讲吼，这个垃圾药伤大声，叫一尊新名，垃圾药就是哦。垃圾哦，这垃圾几岁还搁咧垃圾哦？垃圾哦，伤大声，伊的答案就是关细音关较细声的。今仔日有选手，有这个10个报名的选手，好，两位选手要注意哦，准备要开始哦。5秒钟有一个笑点，准备要来海选拍步啊！欢迎咱第一位的选手，就是咱的。骑入风城剧团团长阿七啊，西文啊，西文，欢迎拍拍。西文。真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咱这个活动，啊嘛真感谢咱公共电视台台语台啦，啊个咱顺哥吼，带大家遮侪朋友来遮吼，来做这个比赛节目。对。我比赛我是无啥经验，但是我捌参加过其他的比赛，我捌参加一届唱水味的比赛。唱水味啊，唱水味嘛吼，哦，迄届吼，就是今年的歌人吼足寒的对无？啊，伫立华潭3个人参加呢尔，本来报名300几个，结果互你我得第几名？啊，第3名，厉害！啊，台湾人有够铁气的啦，在唱水味比赛是安尼。唱水味啊，唱水味看谁唱较久，你听有无？唱愈久的就是第1名。对。啊，我起来了吼，7天以后第2名才扑起来。才扑起来。啊，未讲完哦，第1名到今还未起来，找无人啦。好，我今日讲到这，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阿泰老师。耶！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啦吼。啊，每天哦，我去学校的时阵哦，第一件代志，我就找一个所在立起来。哦，阮的校长就知影，我即摆好老师啊，就歹找。哦，因为我比赛。对无啦？对啦。好老师就歹找啦，所以先比起来。啊，我驶的车哦是 Toyota， 驶15年啊。最近我想讲哦，这个 Toyota 甲我大学教授的身份袂合。我就想要换车，换什么车咧？电动车，大家应该知影嘛吼。啊，这个GoGoRo。好可爱哦！啊，最近哦，上礼拜吼，我的GoGoRo车顶歹去啊。车顶歹去。我都我去修啦，是要互阮学校啊其他的老师好无，看袂到我的车尾顶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看看我呢？是的，是的。啊，迄个学生你讲嘛，最近要毕业啊。我就问伊啊，恁老爸老母敢会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伊讲说，老师啊，阮老爸老母已经填点。哦，我就感觉就歹势。我就问伊说是啥物时阵的代志？伊讲老师啊，伊是今日透早会飞人机人出国啦！暗时就转来啦吼。对。啊，最后这个 story 吼，这个学生哦，伊毕业了在吼，找到头路啊，我去台积电，不过这个台积电哦，伊是拿台湾的台积电，伊是美国的台积电，美国的，你就问我，老师，我敢要去美国的台积电，我讲绝对要去，为什么？
你刚去了吼，你个就做这个美国时间啊。哦，非常重要。感谢大家，我是阿泰老师。哇，好笑好笑。这个阿泰老师，这个喜欢，这定义就是老师级的哦。这正讲有赞助的，啊每一句拢会足高级的，啊无去讲到什么吼电视袂播的，啊有个人吼我讲我足好笑，现场有法度欢喜，但是呢你要播出无法度播出来，而且呢位头到尾拢有法度播出，来麻烦位头到尾互看一啊，一位是咱讲台语，讲甲古古拢来学。哎呦，来拍拍啊！吹对，阿凯啦，阿凯啊，阿凯，你好，大家好，我是姚凯。姚凯你唔敢知影我对钓位来的？钓位，我就是金门啊，我是上爱金门话洪姚凯。我甲恁讲哦，伫班上我爱同学拢用国语叫我爱笑的，啊是咪来安尼生呢？哦，就是哦，我若是一唱哦，你敢知影是啥个？都拿起就神经病的小人三双呢，哇，有偌严重？严重。哦，啊有一日哦，我的好兄弟，啊无背啊无讲，唔使讲好兄弟的，是兄弟啦。啊吼，有一日，阮伫咧分组讨论的时，我甲朋友伊就甲我讲，嘿，阿凯，你甲我看卖者，我的手机哪会当，什么无信号？当，我就讲，诶。啊，刚才是无人咯，啊，就大声话讲，嘿，我的手机哪是无网络咧？我想讲，网络，啊是网啊咧行的咯。你是咧讲啥？我听无。阿玲，你搁讲较正确的。哦，我是讲无网络。哎呀，我知影啦，咱是讲网络是正确啦。好，我今日就讲到这，多谢大家。是啦，厉害。这个14岁尔呢，才14岁尔哦。哎呀，你是做什么头路？来，世界遮悬啊呢？你因为吼，伊讲伊头拄有几落句，因为伊金门的吼，因为我咧厦门住3年外，所以我分得出来东湾的，吼，啊是金门的，啊搁有呢澎湖的，啊你看你听声飞起来有无？恁讲鱼啊湖，我讲鱼，所以呢澎湖讲湖，啊伊头有讲一句话叫蜜袋。蜜袋啥个？就是什么代志？哦，真的哦，蜜袋。啊，那澎湖的就讲哦，绿茶啊，蜜袋。你是想什么代志？所以你即摆伫咧读书哦？无，我伫金门读书。读书哦？哎，特别快叫。这个是东湾腔啦，因为阮阿嬷是泉州，吼，迄个安徽，所以呢，你字唔读，字婆考了。是不是安尼讲？正是，我正是。好。啊！你才14岁尔哦，假什么？假死啦！假好人呐！假死！啊！你过来金门读书，啊是你特别来遮参加的？特别来的。好不好？好。对啦，感谢。后一位啦，有啊，阮后一位是屈思吴，今仔最厉害，最感动哦。哎呦，伊甲伊的第一届互咱啊，伊是第一届上台来讲这个 talk show。大家好，我是苏如。苏如你好。我捌伫国小做过台语老师，今仔日我要向大家分享我的生活故事。哎呦，是哦。有一摆我伫中年级的咧教因台语，我讲来，咱即天来练捌咱台湾的各个县市，练习这第一句好，我要去新竹，我要去中华，我要去台南。啥？你讲啥？我要去台南？哎呦喂啊！伊讲唔是啊，我要去台南。台南唔是台南啦，是台南。嘴啊合起来合啊好，啊你知无？知。好，来，咱讲继续好来。啊，我要去高雄，我要去屏东，我要去金门，什么意思？你要去金门？哎呦，他直接头壳空气变哪啦？啊，我要去金门啊！金门不是金门，是金门，嘴啊合啊好。哎呀，上一个课，明明要去台南，你要去金门，我惊一个大将拢抓出来。哎呦！讲咩咧？多谢大家。多谢。袂歹。啊，这个不诋毁嘛，心对的。这个老师嘛，心对的。讲多。这个咱规号一个新的名叫无名火。好，来拍一波，谢谢老师。咁后一位啦，阮的大军嘛是咱的公务员，伊讲我有故事，恁有酒无？去啥？大军。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讲
上海滩的赌神无？内底有一个大军，会变白的，一个目睭看无，我嘛一目睭看无，所以我叫大军。我有一个朋友讲要请我看电影，我一看到糊糊的，啥物拢看无。我讲这啥物电影？哦，这《阿凡达3D》，袂使看3D。啊，我已经结婚啊，阿某会还家，阮某就讲我是目睭顾着喇叭会嫁互你的。我嘛只目睭看无带伊。好，谢谢。好笑。一般人拢是攻击别人，还是讲讽刺别人。但是呢，伊呢，这是真高级，伊家己的问题，伊个有法度面对这些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咱互伊真大的鼓励掌声。来啦，多谢。我来够一位哦，够一位啦，来，我先来吹一下。来，是咱的小辣椒。大家好，我唔是 AV 底，嘛唔是乌无洗，我是卡卡底。吼，卡底见拜人叫我 A， 我都是上惊人叫我 A 啦。吼，我头路是游览车小姐。哎呦，所以呢。即嘛是3月23小马祖，进前定带人客去北港来佚佗，行到呢嘉义交流道的时阵啊，一个人客呢，乒乒走出来呢，哎呦，吼，甲我讲，妖诶，我阿姨用哦，伊妖诶，男阿翁啊学伊哦，什么？甲学青？唔是啦，我伊翁，我阿姨用伊，男阿翁啊学伊用班哦，男阿塑胶公司上班啦，男阿翁啊学伊，好，走到北港的时阵哦，迄北港啊，足侪人咧卖蒜头啦，我要按牛，安怎卖？头家就一直甲伊看，后啊，要按牛啦，你安怎卖啦？头家个甲伊看，头家个无爱用伊，吼，迄个拄我的人客，我就走去迄个，甲头家讲，头家啊，你足无意思，拄则买物件是我的人客，伊问你卖安怎卖，你哪无爱卖伊啊？伊个甲我讲，妖诶，我唔愿无爱用伊啊，因为伊用，我嘛用，我哪能讲我学伊呢？原来安尼啊，所以我吼，那唔通学啦人。唔通甲人学啦，吼，所以大家拢顺利啦，吼。好笑，对，好笑。学梦语俺只识我系客家语咯，所以我要学台语。以前我一句闽南语都不会，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今嘛要讲台语咯。谢谢，感谢。来欢迎咱的米乐。贵众生和我众生平等，还是众生。我起来的时阵吼，足烦恼的，因为阮一个先辈甲我讲吼，恁这今仔要上电视的，伊个歹听的啦、黄色的啦，无够正面的吼，千万唔通讲。对。嘿，我做中意的，我的笑亏拢为接替开始，BBQ 结束。如果你正面、倒面拢爱讲我臭味道，我是要哪正面？阮这个朋友较早嘛是咧牛排馆咧上班嘛。嘿，我 BBQ 嘿。对，3分7分拢会使。要去遐问讲，恁这个家属要烧几分？BBQ 的时阵，我是讲斗3工安尼讲，第3路出路，阿伯出路哦，来，杨氏家孙来，后事吼来，咱阿伯吼要灌装还是带装？迄个灌装安那底吼还是进塔，纸底啊落海装树装安尼，吼，讲阮爸要纸底啊底，因为吼伊要海装，阿伯是甲伊大海咯，毋是，阮爸吼自细汉甲阮教育。学任何物件，拢爱坚持到底，死拢袂当放弃。所以甲阿伯要海葬有啥物关系？我阿爸还袂晓游泳诶。安尼，咱各位甲阿伯加油一下，互咱送伊上尾一声，敢好？你一定会晓哦，来，子孙有无？哇！子孙团落钱有无？哇！谢到这。来看无啊！卖紧张，紧张啦！你应该会使讲了袂歹。对啊。所以吼，卖惊观众，因为咱一个表演者吼，上台就是要来享受咱的分享，告诉因的快乐，迄个吼，分享大家安尼。嘿啊，因欢喜，
啊，你会接到因的祝福啊嘛？系啊，对不对？看到伊我是因为你喜欢我的偶像，我看你阿妈的偶像的。正常啦，因为我咧演艺界做40年啊，所以呢三代拢有看我。嘿，三代有兴旺无？好，掌声鼓励。好，大家好，我是金门今仔日安对金门宝来的柑仔店。宝来的，宝来哦。首先啊，我要甲大家讲，我的名为什么叫做柑仔店？毋是阮金门的柑仔特别店哦，是因为什么情形呢？是因为我的户口名叫做柯子田，啊若是国语啊叫做，就是咱的华语叫做徐子田，啊若是较紧的，就叫变成徐子田，啊，就安尼哦，对对对，安尼就柑仔店就变成我的片名啦。我有一个故事啊，我台湾的一个好朋友哦，伊有一日打电话互我讲，喂，柑仔店，啊你准有闲无？会当甲我斗3工袂？歹势呢，我即摆食无啊。啊？什么？你准你食袂哦？啊，不要紧啦，你小等下甲我斗3工啦。毋是啦，我即摆食糜，即摆无法度甲你斗3工。你金门的糜是遮尔好食，啊，你要食糜，啊，无爱甲我斗3工。哦，这个时阵我才知影讲，原来我是甲讲我是食糜，食糜你是讲啥好？足无用。对，我是食糜，就是阮讲食糜，结果伊就骂做我，你甲讲我你食糜啦。原来是安尼，啊，结果伊误会我啦。所以哦，阮金门的腔口有恁拢无同哦，所以你是毋通误会哦。啊，就爱加减用阮的金门的腔口哦。所以我今日找阮的学生啊来甲大家讲阮金门的金门腔口，是毋是特别水咧？赞啊！今日就甲恁分享到这，感谢各位。哦，老师，哦，谢，就特别的啦。柑仔店，啊，看遮看啊咧。对啦，来，咱欢迎悠悠。大家好，我是悠悠。悠悠你好。你好。讲实在的哦，我真正是我是一个魔术师。哦。魔术师哦对。我这边讲台语的时阵，就是过年的时阵，所以我嘛有准备一个红包。哎呦，红包要互你，要互你。讲话姐。带什么物件？带什么物件？100块啦。哦。少的，不要紧。啊，100块够不够？不够，所以我要1、2、3，喂，2、3，喂。嘿，500有够无？不够。1、2、3，喂！恭喜！嘿，祝大家健康平安，赚大钱。健康赚大钱，赞啊！后一位就来欧美林。后一摆呢？就伫个新竹车头附近的冰果室咖啡厅2楼，迄拢电话拢暗，坐落去哦，迄碰意吼，就管对哦，哎呦，够了解。哦，迄个时代我捌参与过。迄坐落去吼，迄热恋中的爱人啊，拢会安尼。你今日讲迄个，我才想起来。好，我头前迄个吼，忽一个碰伊变过啊。安尼，我的功夫较无效去打，我随添。下礼拜呢，阮去新竹有一个苦青桥边啊，就是蒙阿埔。迄蒙阿埔啊，遐个人拢倒伫遐啦。啊，阮要安怎就安怎，迄拢啊听无。你若去蒙阿埔，大拢徛你啊？无啦，要惊死人，拢嘛倒咧啦吼。听无啊，看无啦。要创啥就创啥，有一条歌叫做《蒙阿埔夜假期》。蒙阿埔夜假期，谢谢。咱个有后一位啦，你个位联党的国花所的研究生，系考上大家不该回头是岸。大家好，我是联党的。联党你好。我今仔要讲一个故事呢，是有关我的学校的，就是有一间我有朋友来我的学校，伊行伊就讲，你敢有看到我国立台湾大学迄个学生证啊？我无去啊，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证也无去，是真正做麻烦。你大概去国立台湾大学的迄个教务处去申请一张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证。我就问讲，你太啥爱讲国立台湾大学遮尔侪遍？恁应该知是安怎？就是因为国立台湾大学呢是全台第一好，你讲对唔对？对。迄是恁讲的哦，我头无讲，我是感觉台湾每一间拢做好啊。谢谢。你是国立倒位大学的？我国立台湾大学的。真正假？
学生证，学生证，看者。啊，顶班哦，顶班。哦，今天不是啊。今仔日真正人做这些啦，足精彩啦，足精彩。啊，因为哦，这个电视的播出就是安尼，你上精彩部分伊会加安尼，足安尼哦，足值钱的，大家看个足熟啊。所以呢，你另外要精彩，唔通安尼拖长，啊讲哦唔听无，迄种用加条啦。tempo要瞄准啦。是啦是啦吼，好，安尼今日这期呢，希望所有朋友呢会当来按时收看。冇错，咱这个节目叫做《脱口秀大戏》。